好，我係 Cola 豬，今次帶大家嚟到 LPizza，我哋去睇呢一間1202尺好罕有嘅4房雙套單位。咁呢一個景觀咧，係一個270度嘅迴旋海景，相信喺市場都好難揾到，喺地鐵站附近步行3至5分鐘就可以用到一個8高樓底同埋咁大 size， 而且仲係劈價本日本元。我哋即刻去睇睇呢個單位嘅實際情況。Go go go！今次帶大家嚟到 LPizza極罕有高層嘅1202尺嘅大單位樓王放出，我哋即刻去睇睇呢個 A 單位嘅情況。一間 LPizza 2A 座嘅 A 單位係1202尺，一日大門呢係一個超闊落嘅玄關位，可以做鞋櫃。哇！呢一個闊落腰型嘅大廚房，亦都係配置咗最高檔 Miele 嘅電蒸爐微波爐、特大嘅冰箱、冰櫃同埋咖啡紅酒櫃機嘅。呢一間呢就係姐姐房啦。姐姐房係有窗嘅，同埋係自帶一個洗手間。LPizza 這個小區入伙大概3年，這一邊呢是一個特大的飯廳的位置，樓底這套有高層的也是有3.5米，這邊是客廳的位置。我們出去看一下外面的景觀。哇，整個蘭塘海峽盡收眼底，一望無際，對面是杏花村、蘭灣半島，這邊是這個蘭塘海峽，而且是可以看到我們北角那一邊的海景，真的相當的壯觀美麗。我哋再睇一次，呢一個係客廳，兩邊都可以擺電視機，不過我自己就會選擇梳化擺呢一邊，因為呢一邊望出去係無邊際海景，另一邊就係飯廳嘅位置。即刻我哋去睇下4間睡房，呢間呢就係第一間套房啦，樓底都係特高啊！呢一間個景呢，我自己亦都係相當欣賞嘅，係望晒成個將軍澳蘭海景啊！好大啊！呢間房可以擺到5尺床，仲可以做到一個大衣櫃。陶瓷就標準嘅4件套啦，名次有窗，同埋係有配置咗浴缸嘅。跟住我哋去睇第一間客房，景觀係同第一間套房一致，張南海景，係由呢個高位咧望出去嗰度係 Monterey 啦、南塘澳啦、海邊會啊，全部睇齊。我們就去睇下呢個客廁，客廁咧係配置咗鏡櫃同埋企缸嘅。第二間客房，呢個單位樓底咧係去到3.5米嘅，所以空間十足，景觀亦都係一個船頭嘅海景。跟住我哋嚟睇呢一間弧形特大迴旋玻璃窗270度海景嘅主人房啦。哇，好靚啊！望晒成個跨灣大橋一致，同埋呢間房咧係超大，樓底超高，可以擺到一個圓形1.8米嘅大床。主人套廁，嗱，呢個選擇係非常之好嘅呢個配套啊！我哋配置咗浴缸啦，一路沖涼可以望住呢個咁靚嘅海景，亦都可以有埋花灑企缸。其實睇完呢條片，大家鍾唔鍾意我身後面呢一個270度嘅迴旋海景啊？喺我哋將軍澳咧，大部分嘅業主都好鍾意呢個南塘海峽，象徵住日水位嘅財位嘅。咁呢一邊咧，亦都係有我哋跨灣大橋、杏花村同埋南灣半島同埋北角嘅一個海景。呢個盤源呢，係市場係非常罕有，相當少業主放出嚟嘅。但係咧，發展商而家仲賣緊比呢個 size 更加大啲嘅1506尺嘅4房雙套單位。如果大家對呢一間有興趣，又或者中意呢一個 LPizza屋苑，可以打電話俾我查詢更多優質嘅盤源。拜拜。